歡迎嚟到檸檬的價值人生，我係 Lemon。大大話話都錄咗超過10集 podcast 啦，好似都冇認真同大家講過我係做咩工作嘅添。之前有同大家講過，我係由土木工程轉行去金融業嘅。咁到底我喺金融業入邊係做啲咩嘅呢？冇錯，就係今集嘅主題，風險管理啦。咁風險管理即係做啲咩呢？就好 depends on 你喺一間咩公司入邊嘅。譬如以前喺投資銀行，我就要負責監控公司 portfolio 嘅風險，睇下會唔會超出合理嘅風險範圍。另外又要分析下一啲公司想同客戶做嘅交易，確保潛在風險係可控嘅。後來我就去到一啲提供金融服務平台嘅公司，有傳統嘅交易所，同埋我依家做緊嘅加密貨幣交易所。喺入邊，我就主要負責檢查下一啲新產品嘅機制，睇下會唔會有漏洞，同埋定期檢視現時嘅一啲風險參數係唔係仲合適。例如，容許用戶用幾多倍槓桿，需要俾幾多保證金啊等等。係咪好似聽完都唔係好明我係做咩嘅呢？唔緊要，正常嘅。我老婆日日聽我講都係聽唔明。咁唔好講我份工啦，講下日常生活啦。其實平時我哋生活中都有好多風險㗎喎。我唔知道係應該講我個人比較謹慎定比較悲觀啦，所以我成日都會諗有啲咩壞情況有機會發生，然後就會諗下發生咗嘅話，我應該點樣應對。人生係充滿不確定性，無論健康、事業、財務、人際關係，都可能要面對風險。你要拎到某啲回報，就要承受相應嘅風險，甚至你乜都唔做，都可能會有風險。我想講嘅就係，風險係無可避免，但可以好好咁去管理佢。做風險管理唔係等於你唔使或者唔去承受任何風險。而係你做每件事、每個決定嘅時候，要平衡潛在風險同潛在回報。你喺承擔一個可控嘅風險底下，去換取一個唔錯嘅回報，咁樣就叫做做好風險管理啦。例如講返我轉行嗰陣啦，要做轉行呢個決定，都係要做風險管理嘅。我轉行嘅原因主要都係兩個：工時太長同人工相對唔高。有關轉行嘅心路歷程，大家可以去聽返第7集 podcast。咁我點樣去衡量風險同回報呢？首先問下自己，轉行嘅風險喺邊度先？好直接咁講，就係驚之後份工仲差過依家啦。咁金融業最出名、最忙嘅工作係咩呢？就係喺 Big Four 做 audit 啦。嗰陣都有聽過啲朋友嘅朋友做 audit，聽佢哋形容。audit 忙嘅程度，你當同 engineering 差唔多啦。我唔想比較邊個慘啲啦，但前途就好似係 Big Four audit 好啲喎。嗱，戴翻個頭盔，呢度講邊個行業忙啲，前途好啲，我都只係 base on 我當時睇到嘅資訊嘅啫，可能係有啲偏差嘅。換言之，如果我成功轉行，喺工時同人工兩個方向，工時好大機會得到改善。係幾乎冇風險，只有回報。人工就不確定性大啲，風險同回報都可能差唔多。咁起碼改善到一樣嘢啊。其他因素，譬如行業前景、工作環境之類，加加埋埋，金融業都應該優勝少少。客觀因素嚟睇，潛在回報點睇都似大過潛在風險啊，完全係搏得過啊。唯一驚嘅就係做第二個行業，實際上做上手會覺得好悶，好冇興趣，冇心機啫。不過呢一方面，我一早做好晒心理準備㗎啦。始終我一開始揀科揀土木工程係有原因嘅，我真係有興趣啲嘅。但我相信只要返工係對住數字嘅，應該都唔會太差。不過我知道有好多人係唔中意對住數字嘅。同埋就係有風險係唔緊要嘅，準備好點樣應對就得㗎啦。我有冇 exit plan 呢？有。其實我試完唔中意嘅，咪做返工程咯。唔係講笑，我當年有個上司真係咁，佢又係轉行去做金融，佢甚至係先讀完個 finance master，然後再揾工轉行，跟住做咗一陣新工，發現唔啱，
再轉返去做工程。我就同佢唔係好熟啦，所以嗰陣就冇乜特別問佢嘅心路歷程。可能從外人睇會覺得佢好傻，搞咁多嘢，然後又做返工程。但我就覺得，其實講到尾都只係輸咗少少時間啫。大部分人返工都返30-40年㗎啦，花2年時間探索下，其實都唔係好多啫。而且返第份工都叫做係一路有收入啦，整體風險都喺可控嘅範圍之內。一句講晒就係跌我唔死啊！其實大家喺做唔同決定之前，不妨 list out 呢個決定嘅潛在風險同埋回報，諗下各種情況出現嘅機會係有幾大，睇下個風險係唔係可控嘅，做返個平衡。有時候你寫一寫出嚟，望住啲 main point 嚟思考做決定，個答案就好一目了然嘅啦。如果個風險係可控嘅，個回報又係唔錯嘅，試下都冇壞啊！講到衡量風險同回報，就要講下一個好多人會有嘅 misunderstanding 啦。唔少人都會有個 concept 係風險越高，回報就越高。其實真係唔一定。的確，你要拎到特定嘅回報，就要承擔相應嘅風險，但唔等於你承受咗特定嘅風險，你就可以拎到相應嘅回報㗎喎。個因果關係要搞返清楚。好多時候，其實我哋只係承受緊一啲無謂嘅風險。有時我喺公司都會見到啲產品根本就冇乜客戶會用，要維護住都已經要一個成本啦，仲要驚出現啲咩突發問題會令公司蝕錢或者俾客戶投訴。其實啲嘢留喺度冇乜好處，但又有風險暴露，就 cut 咗佢啦。都係基於呢個原因。公司都會定期 review 下有冇啲產品嘅收益太低，平衡唔到風險，需要下架嘅。個概念就係去減低暴露一啲無謂嘅風險。又舉個工作意外嘅例子啊，唔好意思，呢個位可能會得罪到人，但係喺我嘅角度，搭直升機就正正係承受緊無謂嘅風險啦。搭直升機有冇好處呢？都有嘅，係快過搭車同搭船嘅。但個問題係，為咗呢個好處，要承擔空難呢個風險，到底值唔值得呢？就真係好因人而異啦。如果你上網查下資料，唔難發現搭直升機出現意外嘅機率係明顯高過搭飛機或者搭船嘅。當然，實際數字比例係點就好睇個研究嘅準則啦。同埋，直升機一旦出事係完全無險可守，幾乎可以話係必死無疑嘅。你諗下，就算搭鐵達尼號，只要你係婦孺，又或者你嘅伴侶肯讓半塊木板俾你啊，你都唔使死啊。但係搭直升機出意外嘅相對機率已經高啲，出咗意外之後嘅生還率又極低，然後你又明明有好多其他交通工具可以選擇喎，所以就我個人而言，承受呢個風險可以話係相當無謂。再舉多個貼地啲嘅例子，譬如你今日有個好重要嘅 interview，而你喺屋企出門呢，就可以揀搭地鐵同搭小巴嘅。假設佢哋上車同落車嘅地點係完全一樣，車程時間都完全一樣啦，你會選擇去搭邊個呢？正常嚟講，選擇搭地鐵嘅風險係會細啲嘅，因為小巴有機會班次唔準。然後就算你有車，都要睇架車有冇坐滿先有得上。除非你屋企係總站，就會好遇少少。如果唔係，基於以上嘅假設，你明明有得揀班次穩定啲嘅地鐵，但你又走去搭小巴，咁你其實就係承受緊無謂嘅風險啦。搭小巴呢，未必冇好處嘅，可能有得坐，舒服啲。但你依家最重要嘅目標係 interview 唔好遲到啊嘛。所以班次唔穩定先會係你最驚嘅風險。如果你根本唔使俾額外嘅 effort，就咁走去隔離嘅地鐵站就可以避開呢個風險嘅，咁就冇需要為難自己啦。多啲睇下自己會唔會承受緊啲無謂嘅風險，如果有嘅，delete 咗佢，減低自己暴露嘅風險。中少啲伏，P 少啲 K，長期落嚟你嘅人生都會順利好多。攞到嘅回報都會多好多。
今日就同大家講住咁多先。有關風險管理嘅心得，我仲有好多嘢想同大家分享。下集我會用一個真實嘅故事同大家講下其他風險管理嘅技巧。如果對呢啲內容有興趣，記得 subscribe 呢個 channel、like、comment、share 同埋 follow 我嘅 IG。呢度係檸檬的價值人生，我係 Lemon，我哋下次再傾啊。